生活消息，咱来关心厝内若是有失智也是失能的患者，除了爱面对生活经济压力，也佫有照顾的负担。家庭照顾关怀总会即马是伫咱群组推出线顶的照顾服务，希望利用线顶的服务来排解这家庭的压力。阿嬷，我帮你去身躯哈。 因过长者徛去的社区关怀据点长照中心，第3级防疫期间拢暂停，真侪失智失能的家庭的照顾者负担变重。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嘛引用英国6月上新的调查，超过7成的家庭照顾者表示，家己完全无休困的时间，强要喘无气。对照台湾，嘛有真侪人有真大的压力。 阮开始接到真侪电话吼，就是有真侪人讲，我厝里咧照顾的人家属讲，爱请假来照顾吼，啊无就是即个照顾的即个物资，比如讲尿布啦啥，种种的种物资，伊嘛无钱，也是讲无通有时间出去买。 家照总会表示，因调查全台湾有1/4的家庭是单独照顾者，有的甚至是老的老的这群人，互人是上烦恼的。为着先互这寡家庭有资源，因是想讲新杀出来的社群的线顶照顾计划，会有一位专职人员协助4位家庭照顾者的生活问题。另外，嘛设立照顾的交接计划，互民众通伫线顶填写紧急联络的名单，若拄着意外的状况，通换人接手，嘛希望政府通紧有对策。现在开始有在施打疫苗，所以可不可以请政府在未来考虑施打疫苗过程中，也把日照中心跟这个失智据点等等这些涉及到家庭照顾的这些服务的单位或人员列为优先的一个对象，逐步解封，也希望把这个日照中心跟失智据点，还有身障据点等等列为一个优先的对象。 因为疫情境界已经过过，唔知阁爱持续偌久。家照总会希望政府嘛通参照各国的做法，像英国着杀家庭起跑，伫豆豆解封的过程，互两个家庭互相来关怀。欧洲嘛有紧急喘气的服务，由政府派照顾员到处理，服务1-2天，互家属通休困，拢是真好的方式。记者陈嘉文、刘水采访报道。